对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帅，边洗一洗。好，到这边洗一洗吧，不是你说吗？他说不对的，他说不对，是吗？你说什么了？我说好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觉得变。完了吗？还没完呢。还没完呢。我说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这样，我想说这样还是这样我们不说这里。OK， 再说一遍。好，再说一遍。来，你可以再说一遍。好。这是门对吧？对，这是门，然后他进来，然后你要想。想。可以。还没。换你过来。你想理发还是染发？理发。请坐。你想剪什么样的？你想剪什么样？前面剪短一点的，后边呢？后边不用剪。好。剪啊。这个怎么用啊？上的做服务生都对。后边不用。好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这是。มีแว่นง่ายแล้ว 这是什么？镜子。有发镜的，不用这个了。你看看怎么样？前边再剪短一点的。好。前边的前他说的是前边。好了。好了，然后是那个洗。怎么说呀？到这边洗洗吧。好了，到这边洗洗吧。好的。然后就假装帮他洗了。然后吹吧。洗他的吹风吗？吹风吗？继续吧。等一下。然后对了，那个吹风机。很好吃。好了。